將呢件事話俾班主任周老師知，周老師讚我注意交通安全，真係要讚。不過周老師話，我哋除咗要識得交通安全之外，仲要識得國家安全。吓？國家唔係已經好安全咩？仲有咩要學習呢？原來我哋每個星期舉行嘅升旗禮、唱國歌，就係國家安全教育。仲有中華文化活動日，亦都係國家安全教育。我哋一齊去內地同根同心交流，亦都係國家安全教育。哦，原來國家安全教育係俾小學生參加嘅活動，我一定會第一個去參加。不過周老師話唔係啊，佢話國家安全係所有中國人都要認識嘅，所以國家響2015年7月1日就通過咗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》。國家安全有20個重點領域，包括政治安全、文化安全、軍事安全、社會安全等等。同我哋小學生最接近嘅就係網絡安全、文化安全同政治安全，仲有最近好流行嘅人工智能安全。我哋就係未來嘅香港年輕人，我哋要更深入嘅去了解國家各個重點領域，咁樣到咗長大後就可以服務香港、貢獻國家。多謝。